各位兄弟平安，因为有10分钟的限制吼。伫去年的时阵，7头3月份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，腰有去互闪着。那阵说是闪着尔，无啥物关系。但是迄个时阵，佫拄着武汉疫情蔓延伫全世界。咱教会因为安尼，头一道用网络视讯咧聚会，国际的景气渐渐影响。我个人感觉伫业务上稍微有压力。伫即款的情形下，我本来若阵这无要紧啦，只要大酸痛膏个热敷啦、复健啦，这就好去啊。因为我有少年，酸痛到最后的时阵，我咧想，一直去煞车，一直会酸会痛来。我对我家己讲，我还是爱去找病院来治疗，因为我是做塑胶回收的，我收机米的一寡下骹料咧回收，所以我去找机米的病院。回收中间，我刚捌一个郑泽洲医师，伊伫机米病院，我逐道拢爱特别由台南走去柳营遐去看骨科。医生咧讲诶，食止痛诶、复健、休困，无得爱开刀。遮个定数我拢乖乖去做。听去开刀了，若无成诶话，就亲像歌手迄个李佩清吼，手术失败，就永远坐伫迄个轮椅顶。每一日诶心内时时将医治交托互上帝，和上帝祈祷中，常常安尼咧求讨医治。平常时诶生活，食药比食饭搁较骨力，福建倒头调诶时间也久长啊。甚至我已经练倒头调，我会当困规暗诶。所以所有福建诶器材我也拢有啊。一个月咧过，直到6月份诶6月中诶时阵，我感觉我要少年，我人嘛生做有哪甲袂歹。我若出外出去逐道不时爱举着管束着腰，搁翘骨，即个姿势，莫讲我内心会足痛足艰苦，但即种诶情形我无爱。当我走在对。这外口行动实在是真正狼狽因为徛伫就痛，尤其伫每一道来礼拜咧组织咧敬拜上帝的时阵，头前拢是我上痛苦的。当大家起立要敬拜阿拉祈祷的时阵，起立咯，敢若我含教员者拢坐咧尔，100几岁含我即个几岁人拢坐咧尔。哇！即个时阵，因为我徛咧直的时阵，我拢用靠伫头前椅背安尼，会疼我安尼感觉会准安尼。但是我拢即个疼的时阵无坐咧嘛艰苦若定咧坐咧，实在是真正足见效的。所以众会友咧徛咧，敢若我坐咧，足侪道的挣扎中间，我向上帝求讨，讲即种的生活，即种的品质，主啊，这我无爱。我相信你有权能会医治我，我绝对相信你会医治我。喙讲相信主会医治我，心内面嘛一直咧喊话呢，一直咧喊话吼，讲主啊，你免来即套。我甲主咧大声讲，你免来即套。我诶生活中，我规个工场烧了，烧足济气啊！我拢赖着你，我拢挖过你会带领，我较有今仔日。但是我的心相信你绝对无变。如果即个试探、即个病痛，若是撒旦的圈套，要叫我来拍败，我将要奉主的名，命令撒旦离开。我搁一道咧宣告，主啊，我要靠你的名来得胜。但是我喙安尼。心嘛是有安尼想，但是总是这一切到最后，人的软弱，我甲主讲，主啊，我惊我无爱开刀，我惊我开刀了，我永远做李佩清的同学，永远顾着迄条轮椅。
每到一礼拜小组的时阵，阮的区长、阮组长老、阮的祖爸祖妈，拢一直关心我，常常为我即个病痛祈祷。因求过我咧徛的时阵毋通愈来愈浮啊，涂骹无钱啦，通互你捡啦。直到6月份的时阵，台湾的疫情一直咧变化。咱知影，我看到新闻，垦丁公园的游客也渐渐咧开放啊。咱教会视讯啊，渐渐回归正常啊。我真正在意，我要上台报告，阮的爱心午餐将要恢复正常的运作。伊坐伫遐，伊到台顶的时阵无较10步，我甲我讲，我绝对无爱挖去即个关啊。我腰骨缩到较暗的，力量拢积伫遮，我去啉奶着疼，我装着我无爱腰躯，我无爱翘骨的姿势，我来报告。报告了，感谢主，算为了一个会友，就向着我来关心我的病情，提供我讲，你敢若看骨科尔你嘛爱去看圣经外科，因为所有病情你集中了来判断，看是有要开，要倒开刀，还是要安那迄阵较过来。但是主要你做病人的角色的伫咧，毋通去忽视这个病症的黄金期。迄阵我顿时领悟了。过等于我就工课引导的代志，我就强咧，我走去基美，我走去新楼挂神经外科。我挂神经外科的时阵，主治医师赵家宏医师伊健保卡插落去，伊就讲，我想你这是迄个脊椎突出第几节？其实我嘛毋知第几节。开刀的时阵95%成功率，95%。若你较顺，你若决定要开刀的时阵你家己有照过核磁共振的 CD 片带过来，我去详细甲你看觅。你现在所带来，我食药的配方是健保卡会当看到。你食药的倍数已经超过足济啊！你爱注意，迄阵我听着我嘛惊，腰子疼，甲我腰啦，腰子啦，用歹呀。但是出了看诊的门口以外的时阵我自认95%要5%失败的。我老家己对我认为讲，我是全人类中我上衰的一位啦。每一道我去摸彩啦，我去抽刮什么箭啦，毋捌咧着的。所以迄个5%一定会属于我的。我就听咧懵听，佮过一礼拜疼痛的时阵我想安尼落嘛毋对呢。我就家己佮走去足远的柳营基美病院去找迄个医生。我问我这个开刀要安怎？医生甲我讲，是咧，我只有看诊，我无开刀。我想打落啊！我这好，无要紧。既然你若甲我讲，我非常错愕。伫车顶，我佮大声甲主喊话讲，即种的生活，即种的品质，我无爱，我无欢喜啦。平常时我骨力咧做工课，我嘛信心完全倚靠你，我毋相信你。你欢喜看我像即种两倍痛苦的形体，而且我嘛常常向人咧鼓励分享讲，咱是上帝心肝宝贝囝，做老爸老母的，伊哪会互伊的心肝宝贝囝安尼受苦咧？我拢向主安尼求讨，因为上帝爱咱亲像囡仔含伊的交陪卡，囡仔单纯含伊交陪，咱有欠缺有啥物货，咱虾米讲，伊是咱的阿爸爸上帝。到7月时，因为一直会疼落来，我一直腰落，弯腰一直翘骨落啊，我就乖乖下着核磁共振的片，去找新老迄个赵家宏医师。我各位报告，神的动工，这个时候大拍着我的心。我下去伫门诊咧听候挂号的时阵，突然有声音信昌兄，我日头起来看，原来就是咱教会电信医长了，
伊去开刀开1个月了，成功1个月完去复诊的时段啦。伊讲你也安尼哦，我讲嘿，我安尼。迄个时阵，我和玲玲姐做伙去看，阮的学妹玲玲姐，当看到信义长老的时阵，赵医师甲阮3个拢做叫入去诊间，诊间落去 ，CD 片一插咧，伊讲好啥？你比电线较轻巧，你即个手术落来吼，97%成功。哦，迄个时阵。我随时内心咧讲诶，直接我插咧，我分析信义长老的太太是肖老师吼，伊为着信义长老要动刀即个做2档的功课，伊基美也看，圣大也看，义所大学也去看，伊的结果是安那呢？义所大学主治医师，因为特规关系去找主治医师，甲伊讲，你若要我手术，你莫来啊！甲伊赶出去安尼，因为伊可能伊的婆婆84岁手术成功，较落去，伊较去互手术的。伫遮赵医师甲我讲，我想你比伊较轻巧，97%的成功率。我即时我讲上帝听我，已经早就为我准备了医治啊，因为我。不会因为我的老自己的心阻碍了我跟神的祷告迄个时效。我常常想，为什么万人中会受苦受难，伊独伊差派牧者、魏盆香，还有中职，过来一个天使。迄阵我毋知，迄是咱新楼医院的刘院长，伊甲我讲这个情形，很多天使伫外来给我提醒，他要的就是要我归顺，完全归顺以后，才去检查，这是特定的提醒啊！我想上帝知影我心灵里面还没有腾出空间给属灵的感动，我加听的嘛，我伫遐爱伫遐选伫遐咧见笑歹势个迄这我加的，伊知影我的老家己。找到一位我熟悉，佮有经过手术过的天使，信义长老伫我的目睭前所互我看的，所见证的。第二即个时候，我感觉上帝话语，互我深知影，凡事上帝要应允你的伊要有保留小可来试探你，看你对伊的信心，因为伊要求咱是完全的顺服，不是部分的服从。这个时阵，我讲主疗下我，我伫安尼的时阵，要神伫我的门口口，我的心门挺好遐久伊知影我听，我艰苦，甚至我相信伊的心比我较听，搁较艰苦，因为伊咧讲。我听好你遐久，你为什么不把心门打开呢？请伊入来咧。我想想，眼前所看的实例遐清楚搁你即个实例，搁大家拢关心你的咱新老病，咱教会有足济人拢咧关心我我要无要迄，我真正我还犹豫吗？这个时候我忏悔，我求主饶恕，原谅我自我的骄傲。煞只，我问了医生讲，偌久开刀爱偌久，住院爱偌久？到尾讲，你10日了后来报道，我甲你开刀。伫即个其中，我接受安尼的，我对我的太太刘国珍，伊关心我，伊讲伊关心我要住院即个情形，伊就敲电话信义长老娘，信义长老甲伊讲，伊问信义长老若。去开刀手术爱准备什么物件嘛？信义长老娘伊甲伊讲，好，你毋通像我遐怂，我微波炉电热瓶佮吹风机拢大伊，亲像要出国开2架趴桶入去，要2架行李要入去病院内底一项拢毋免用着。但是信义长老娘甲刘国珍讲，你上好，因为你这疼上好找一个单人病房。
拜托有一间单人病房，感谢主。迄个时阵，我甲上帝讲，我阻止刘国珍呐，我完全掌控的上帝啊，一路来咧交托予伊啊。啥物病房上帝安排啦，唔卖，因为我做歹势去甲拜托去人嘿，咱靠着信心，上帝自有掌权。到最后，上帝真正怜悯咱啦，因为伊予我一间单人病房。这个时候我深知影，上帝是听人的，因为他不舍得6人病房，其中的病人2人病房，还有一位患者，人伫遐静养的时阵，我咧困，我若困的时阵打呼那袂输打雷咧，个叫了影响人咧福建啊。以上，这是我的见证分享。我比较强调的，就是说，上帝亲近人，咱亲近上帝，毋是口号的，毋是讲你初信，也是自身的自心的会友，也是干部，也是中职，也是同工，尤其中职，搁较特别，我爱特别爱注意。所以，伫遮咱爱庆幸有全能的主，当我们内心真正的依靠，我们需要完全顺服。谢谢。